OK， 今日去幫部車加個油，睇下日本嘅油價幾貴下。出發。直播成日問豪哥，日本加油貴唔貴？嗱，依家就去加油啦，睇下加一次幾多錢啊吓！即刻出發。Go！ 爺，續航仲有106公里喎，原來。不過算啦，加埋佢啦，聽日去熱海要開成日車。嗱 ，Alpha 4代啊，內飾啊，就係咁嘅樣啦。日本啊，40萬人仔搞掂，國內可能笑成100個係嘛？呢邊呢隻車啊，周街都係嘅。OK， 出發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到啦，紅色呢就係普通油177一升，黃色嘅靚油188一升，綠色就輕油柴油啊157，即刻加油睇下幾多錢先。175yen一升啊！我哋揀呢個紅色嘅呢條啦，跟住就掹攤加滿佢，積分唔使用。多數咧，心在滴血啊！哇！而家啲錢飆到，哎呀〜OK， 加完啦，50升油8846 yen。嗱，加完油啦吓，總共交咗50升，咁啊大概係8846 yen。咁啊按翻日本嘅收入嚟講咧，其實真係唔貴。而家國內油價都好似平咗，咁啊介紹咗日本嘅加油油價，咁啊一升為到175，之前仲平啲嘅，之前170、168左右一升，啊依家175升，咁啊大家覺得點呢？啊，日本加油貴唔貴呢？評論區話俾我聽。下期大家想睇咩嘅，想了解日本啲咩物價嘅，隨時評論區話俾豪哥聽，豪哥拍俾你睇啊！記得點讚加關注，係咁先啦，返屋企煮飯啦，唉，攰死啊，拜拜。